请走吧。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心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救。信诗18首，请起立吟全首。兄弟，主人仰望的背，你的万物撒干一下，我乐一段尊名，就望咱们最多，永久大海观霜，恩怨一段光寒流。海公义交争，我亲爱的兄弟，谁敢情人的背，空中飞将饮食出香，我乐一段尊名，黑水草波起水。亲爱的兄弟，天的本对一个，随风派来将士将军，我的阮当着些，先我领导的主，马尊的亲友。咱由原起来，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有彼拉多林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受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免有安死我信公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地球和平甲万项好物的源头。我要用敬畏、欢喜的心踏入你的圣殿，也要用阮的喙大声唱歌来学乐你。主啊，阮是恁创造的，
也感谢你紧选阮加做你的家人，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阮知，阮坐，阮徛的，阮的一切所做所行，你拢知。有时伫生活中也有拄着困难的时，你就用只手引带阮行伫白塔畅快路。阮喙焦，你就互阮啉；阮破病，你就来医治阮。也常常享受你极大恩典。主啊，阮感谢你。当时阮也有时有讲毋对话，也有做毋对代志，求主你来赦免阮的过失，用你十字架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阮知你是智慧的源头，恳求主将智慧参命，授予互阮兄弟姊妹，互阮甲主有好的关系，诚做一个顺服的人。伫厝内诚做一个温柔，伫社会上诚一个和平人民的人，来做光做盐，来应供主，来吸引济济人来归向主。主啊，你的信心快乐，就点伫阮的王牧师，甲阮的王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所讲的道理大有快乐，互听的人大大得到帮助。既然来到你面前的人，满满饱足你的慈爱。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中会所定常年圣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弟姊妹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会伫12月第一主日连续召开42届中职选举临时和会，直到选举完成。为了帮助选举顺利进行，本会伫本主日举行即时候选人初选，结果将作为小会提名候选人的参考的依据，敬请全体在职备传的会员协助甲配合。第三点，油厂教会这第三点家己来看吼，这是预防疫的。第四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主堂有召开10月份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第五点，本会伫1楼这广场有即个铺即个油漆，咱的机车毋通停去即个顶悬，有咱的同工会当安排咱的停车位。第六点，2021年下半年度有即个装备课程，已经伫拜五的7点半到9点半开始，已经有开办啦。敬请报名的兄弟姊妹爱准时参加。第7点是即个10月24下晡3点，伫教会主堂有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即个区长、小组长、搁外展施工单位的组长爱参加，敬请会当甲这市长甲办公室会当来报名，以便统计的人数。因为迄阴暗有即个订即个便当吼。第8点，本会伫下主日10月7日举行2021年重阳主日敬老活动，65岁以上的人有送即个寿桃，且伫即当天当天就是礼拜主日礼拜结束后，会当即个办公室来领取70岁以上的寿星，就是40年厝。本会有送即个红包来祝贺，70岁600块，80岁1000块，90岁2000块，100岁3000块。70岁以上的名单，伫即个祖报的第8页到第9页。第2点，具体消息，社青牧区伫即个10月23，就是拜六上午10点半，伫敬拜中心有举办思亲儿关怀福音茶会，欢迎有意愿前参加甲服侍义工，会当来接受即个民家报名。协会也会当开即个关怀服务时数。第2点，合作社消息，社员低利率贷款15万，
年利息有3.6%，月息有0.3%，到11月30日查止。第二点就是军公教搁警员贷款30万，年利率是3.6%，到11月30查止。以上，请咱来中读。我需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咱2017年教会有举行第21届的中级的选举，即摆已经2021年，咱今年照讲7月爱有一个初选，才有小的提名，9月爱举行选举，12月初就是12月第一主日就是上任啦。今年去拄着疫情所以这个时间就变爱拖靠壁感谢主，咱的疫情已经渐渐最近拢无疫情，所以咱会当坐较比较早有棉花做毋是讲一地坐一个所以咱所以参与的人较济有人伫线顶可能嘛会当来，咱就是要帮助教会，伫互咱这个选举会当真顺序来进行袂占咱伤侪时间。所以咱今日若有报道，就摕着一张即个执事初选的名单，因为要选执事，选遐济人，我要选啥所以咱现要投嘛真困难，所以咱会当摕倒转去厝的看嘛应该祈祷，所以是毋是会当拍一个牧师简单写的咱免伫即个初选中间嘛是咧甲上帝同工呢来，咱中级当然毋是讲选中级要来监督牧师，毋对，是要帮助迄个牧师来完成教会异象甲使命所以毋望咱的中级是会当真正，若较像摩西伊家己做袂起的时上帝叫伊爱竞选敬畏上帝，搁迄个诚实无假，搁万分不义之财，有好的品格人来甲伊做同工，无论是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安尼以下我拢办理教会这就是咱看见摩西分属圣神，互遐长老伊就会当做真侪帮助的工咱看见初代教会，干那要管理这个饭食的代志，这个使徒讲，阮就用祈祷传道，来竞选这个执事，所以就竞选迄个圣神充满、有智慧充足、佮有好名声的人所以第二，咱搁落后一下咱中级就是要来带动教会复兴，会当谦卑做奴仆，做咱杨群的好模范的人来搁落去，咱就来祈祷，用上帝眼光选出真正有智慧、有信心、圣神充满、圣洁忠心、谦卑顺服，愿意看无家己献身甲上帝、甲上帝萝卜同工的人来过来，咱望因伫生活有真好的灵修的生活、生命的见证，会当参与伫小组的服侍，有十一方面的模范，会当做福音报道的这个模范，咱会当选出真济会当真正互教会会当拿来得救的人，那加天教会得到成长复兴的人，这是咱教会的福气所以，请咱最后，咱用祈祷的心来选择上佳好的人选。伫咱这张内底这初选的名单无包括咱现任的中级，所以你莫讲我某咪中级、某咪长老、某咪执事看无，因为咱这是要提名新的人因为旧的咱拢会提名过来就是70岁以上，是捌做长老，遮拢全一个同工拢无伫内底。受洗无满2冬是入会无满3个月是伫外面咧就职咧做兵啦，咧读册，拢无法弄做这个工啦，因为拢出外袂用，咱就无伫即内底。嘛有闹教义无要紧，但是你就是会当伫咱的会员中间会当选出24名
24，袂使超过，超过即张就变做废票吼。啊嘛免选较济啦，随用哦，咱捌的捌无一定讲咱要选的人遮济吼，你会当选你感觉伫教会内面，互恁看了感觉伊是一个真适合来做即个工啊。牧师咧甲恁做这样解释就是安尼吼啊，求上帝赐福咱的教会啊。牧师拜托咱啊，甲上帝同工来兴起真侪伊所要使用的人啊，互教会来得到复兴。互上帝国度得到宽阔吼，啊，这甲恁做一个说明吼，咱就是用空洋科啊，还是大哥哥吼，你要选的人吼，伫伊的迄个名的所在，无要紧，这毋是足严格，这毋是正式的中级的选举，所以咱咧看的人咧算的人，伊拢知影。啊，这是小会甲大家拜托，会当互小会提名，会当足顺遂吼。感谢主，咱过去选举啊，拢真顺遂，上帝带领，毋望咱也为着即个代志献上大道，多谢。啊，即个吼，咱今日也会使到啊，上万到10月初10进前，10月初10就是后礼拜日啦，吼，一定要到来，因为小会爱统计了17尾做提名，吼，啊，咱提名通常是会互本人伊有迄个意愿。吼，欢喜做主的工啊，咱大家推荐的啊，伊若受选啊有当选，咱大概11月，咱有可能11月就要选举啊。因为12月吼，真正咱选袂了，啊，佫爱公告2礼拜才法规吼，安尼正月煞袂当上任，会佫延前，所以咱啊10月17提名了，啊会顺序应该伫11月吼公告了，咱会提早选举吼，啊，这是咱的。临时的选举的会，也会佫公告，吼，拜托大家。请咱来共读上帝话，伫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白话语669，台语643，和合本720。恁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向锡安的大路的，这号的人有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伊看满。因哪行溃力哪加天，逐人到锡安调举上帝。上帝祝福伊的话。讲道且王牧师，伊的题目是行往锡安的道路。陈牧师，牧师娘，各位咱兄姊妹大家平安。锡安这个名，咱常常伫圣经来听见。锡安，咱台湾嘛有一个锡安，有无？往那马写迄个区域的半中途有一个锡安山吼，伊是新约教派。啊，迄个锡安山真特别。迄锡安山内底种植啊，饲的遮个精生拢家己来，连囡仔拢是家己去教育，因的囡仔无去一般的国民学校来读册。为什么？咱看到锡安山，锡安山对伫以色列人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以色列人为甚物行往锡安山？其实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若用较广阔的角度来看，锡安是指以色列地。锡安这字。这个名词伫圣经中间总共出现165届，所以今日咱透过咱张乐头仔所读的这诗句中间，咱知影，这诗句是咧描写一个人要往锡安迄路途的旅程会写的诗，总是要往锡安的路程，拢充满了坎坷的路，
伊圣经内底诗篇84篇第50讲，伊会咱在伫你，因的心里是安尼大路者，迄号人有福气。诗人因行是安这路途，因是哪行哪祈祷。那用咱这个俗语讲走道一边走路一边祷告，因用行动来表明对西安这个所在的渴慕。咱若去看诗篇84篇第2节，安尼讲：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我的上帝求叫。所以了这咱看到，伫诗篇84篇第2节，而且讲到耶和华的殿，就是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内面有一个圣殿，上帝殿。诗人带着渴慕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伊，通过敬拜，互咱甲上帝灵有沟通；通过祈祷，互咱安静伫上帝面前，来听见上帝对咱启示的话。伊这礼拜到拜三。我甲陈牧师、牧师娘、甲圣阳，阮4个人去台东的布隆部落3天的禁食的祈祷。伊的3天的活动中间，伫透早5点半起床的早祷，聚会到暗时，当然每一个时段拢有伊的休困的时间。伊的时间伫聚会中间禁食祈祷、啉水。伊个禁食祈祷的3、4顿的中间，操练你甲上帝迄个关系，通过你要倒腰、忍受、祈祷，佮听讲员牧者伫台顶的讲道。伊3、4天中间，真正互我安静。去甲上帝沟通，互我迄3天是空气，总是丰收倒来。咱通过祈祷，咱会当对上帝讲出咱内心艰苦事、欢喜事。亲像你甲你一个足好的朋友，伊遐开讲，我甲你讲，阮兜最近安怎？我甲你讲，阮兜最近有啥物好代志？你甲你好朋友讲，迄个沟通，所以另这咱知影，渴慕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亲像你真喙干，你渴慕啉一杯水，显出你的需要。渴慕嘛是你对上帝表达。你的需求，你的嘛，所以咱对上帝要有一种深深的无满足感，深深的不满足感，深深的无满足感。也意思讲，咱只有上帝才会当满足伫咱，所以咱经验过伫上帝的满足。咱看到伊旧约圣经内底利未人。因会当伫耶路撒冷上帝殿里，伊也非常渴慕，伊也得到非常的满足。迄利未人，伊也听候搁一届上锡安山，所以了解咱看到迄个渴慕，对，显出你的需求。所以咱的生命要有一个深深的无满足感，就是你时常有感觉迄个欠缺。咱若要种植过，咱也知影，种植有一个观念，除非你种伫迄个种植的是，比如种伫水面的一物，比如讲你种菱角，菱角甲水莲有无？是种伫水内底嘛。无过你种植，若种伫土里呢，你若常常伊个种植的迄个一物顶悬定压水，迄根
水伤济安怎？会烂去吼，这内行的。就丢了吗？总是树根，你若甲一礼拜压一解水，伊这树为着要发展，伊树根为着要吸收更较侪营养分，也是水分，树根伊会外面有无摊开，然后呢，伊摊愈宽，迄树丛会生愈悬，迄树根所摊开所吸收的会送去到树头，对不对？树头会迄个树木茂盛，所以树木茂盛，迄个叶仔会当接受到真侪时阵咧日头会照，所以树根愈宽，伊吸收的营养分愈侪，即丛树啊会愈生愈大丛。用一个比喻来讲，咱拢知影青啊青啊伊有树根会当摊出，对不对？愈摊愈宽，对不对？像树根树枝堆落来有一个刺根有无？你刺根若莫甲修剪，迄刺根堆到涂骹，黏个涂骹，伊会对涂骹吸收迄营养。迄刺根原本幼啊无？你手会当甲扳长，就是你刺根若莫甲扳长，互伊继续成长，迄刺根会足粗，互你用手就扳袂长。所以你看青啊，就是安尼，青啊愈来愈大丛。了解，以咱个属灵的生命内面，咱有教验咱的生长的营养分，属灵的营养分来成长，咱都要不断去吸收。所以咱知影，做基督徒上大对敌是啥物人？除了撒旦以外，上大的挑战就是咱家己啊。为什么？咱拢会感觉咱足好啊啦！我基督徒牧师啊，我有奉献啦，我主你坐个较100分啊，100分啊啦。所以，咱看到，真个基督徒有一个自我感觉真好，伊敢安尼有够啊？约翰甘尼文伊个写册中间，伊有一个所在写得无啥好，伊认为若洗礼一解，若洗礼了，就永远得救。所以，约翰甘尼文这张老庄的信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洗礼啊，袂输甲摕到天国门票啊！我性命无需要去中进啊，我无需要去做门徒训练啊！像咱昨有40几位咱的兄弟姊妹伫富堂接受幸福小组的训练。了解咱看到，咱也有常常迄无满足感，感觉家己欠缺，我爱去追求较好。我的生命爱去较进步，不断去追求进步。所以人一句话讲啊，不进则退。当你无咧开始进步，你就是开始退步。所以，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做一个信徒，咱唔通掠讲我信主啊，我洗礼啊，我够啊圣经你有够啊。伫上帝眼前，咱永远都无够。咱的生命永远是欠缺两者。咱永远有时真侪时阵爱学习，咱真侪时阵咱爱观念爱调整，所以咱要不断的学习调整。昨阮即组有4个人参加迄个幸福小组迄个训练，训练了，阮昨暝阮拄聚会。阮迄参加的即个组员咧分享，你参加了啦，分享一下好啊。大家分享就讲听到即个福气教会分享，深深伫主的面前认罪祈祷啊。伊是听灵魂听到付上代价，就是要得到人的救恩。
因安尼遮尔认真做，咱敢若无够。咱的观念，咱所做的，敢若无因的一半的好。阮甲上第一节课尔呢，后壁甲3节的呢。了解，咱看到，这就是信仰中间的较无的追求。所以了解，咱有带着一个较无心，咱逐工透早5点半，咱来圣殿来较无请群主。咱逐礼拜拜三暗时8点，咱逐礼拜来到圣殿同心的祈祷。所以了解，咱看，拢咧帮助咱灵性，通过敬拜的生活，互咱甲上帝搁亲近。所以咱的信仰，咱要有常常要有诚信的无满足感。所以当你我的生命对上帝敬拜中间领受灵性的满足时，了解，咱的灵性通过上帝的灵营养的灌入。互咱灵性得到成长，互咱属灵信仰的观念愈来愈成熟。阿门。所以，家己隔壁讲，拜三透早咱就来，白来。哎呦，无啥人敢讲，无白来，无惊讲出来无做袂到哈。较大声的啦，互相免的。拜三间透早咱做来祈祷。啊，另外疫情进前吼，我看咱的祈祷会离副堂是坐满满，伊静了吼，咱离主堂大概我看拢坐一半，嘛无甚至嘛无减无一半。我心中有一个感慨，哦，疫情对整个的教会信徒影响真大，所以了解咱看到，当时一些百姓哪行哪祈祷。心中对上帝充满了感谢和懊恼声。了解，你来到教会时，路途行倒摆，骑脚车行路，你有哪行哪祈祷懊恼上帝无？啊是紧的咯，袂赴啊，紧的，骑较紧的，病都袂赴啊，较知影懊恼。了解，咱看到当时啊，信徒要去到西安的所在是哪行哪祈祷，充满了懊恼声。迄个朝圣者引去耶路撒冷迄路途，虽然路途是坎坷的，总是因的喙无出半句的怨言，因心中掠上帝话做要紧，因的心内充满了快乐。阿门。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迄西安要往西安山遐去的人，路途遥远，无出半点的怨言。有讲啊，路是安怎做才歹行？了解，早前长老教会信徒要做一场礼拜，毋是像咱遮尔方便。后倒摆搭咧，屏东人讲延进搭咧，就会当行去啊教会。过去的信徒要做一场礼拜，讲何等的困难呢？我听讲以前公安拿台南公安拿的信徒，做阵遐的信徒要做一场礼拜，就坐牛车款车食的物件，伫牛车顶，囡仔大人坐伫牛车顶，坐几6工，行几6工，行去佗，行去基后这所在，伊遐做礼拜。透早一场礼拜无够，甲牧师讲，牧师啊，阮一路远路，一场礼拜，互阮灵性无法度满足。牧师啊，拜托你，你下晡搁讲一场啊，互阮食较饱咧，互阮会当对。因透早礼拜了，中昼伫教会的埕煮一个饭菜，简单的饭菜，食的。下晡搁开始做礼拜，做了，哦。心灵肉体拢满足啊！行啊，牛车坐咧安那，搁倒来啊，搁倒来公安啊。因是对上帝真诶敬虔，所以了解咱看到，迄当时诶人信徒嘛是安尼。伊圣经咧讲，伊会当在伫你，
因的心命是安尼大路者，迄号人有福气。咱所倚靠的是咱的耶稣基督，伊是咱的五芒。咱靠着主充满了快乐，互咱心内更较无伊。然后这咱看到，以咱的言经四义章的经文中间咧讲到，伊生命记第1章咧讲到，12支派的人拢派一个人去阿摩利的人的山区伊遐偷看，看迄个所在所生的规矩，看迄所在是好讲歹讲，总是迄12个侦探。转来了，有人讲，哦，恁哦，毋是讲恁遮个，伊是讲遐百姓吼。哦，这人恁哦，捌曾经背离上帝，上帝怨恨恁啊。所以上帝甲恁带出迄个埃及的时，上帝要将恁交入阿摩利人的山顶，上帝要通过阿摩利人的手要灭恁的。佮讲吼，哦，你若去遐，迄个人高强大汉。迄个人的请求悬到入园的魂啊！你听到啥啦？充满了惊吓，充满了负面，总是有一寡侦探客家领导讲，你免惊，上帝带领百姓，伊的上帝为恁来战争。上帝互恁伫旷野要经验着上帝的过去的所做，上帝悠远会祝福恁。过去旷野安怎引带恁，现主时上帝悠远会祝福恁。奇怪，白白12个侦探，白白12个人看的是同一个地，无过转来回报的。一个足正面，一个足负面，惊到要死，较差济。然后这，咱看到出嚟发怨言的人，因的目睭拢定睛伫啥？定睛伫人的身躯顶，拢看迄个人高强大汉，讲迄个人会起的墙悬到入迄个坟里。因对主失去迄个信心，所以对心内安那惊啦，惊甲互因无力头前的路迈进，行袂出去啊，惊着死啊！台语有一句话讲啊，惊惊袂着顶吼，无力啦，惊毋敢去，总是。另外呢，一群的侦探，因对上帝却充满十足信心，因相信上帝的确带因行迄个应允的地，阿门。所以了解，你看到这两个差别真大，一个真有快乐，充满五芒；一个是惊到皮皮抓，唔敢行。所以了解咱看到，咱我靠信神迄个快乐，咱心中有个相信的满足感，咱得到较无的时，咱就追求上帝信仰，咱就对上帝也得到快乐。阿门。你会看到，圣经讲，仰望主、倚靠主的人，这人有福气。甲你隔壁讲，这人就是你。哦，加偌大声咧，这足好。啊，若讲要来祈祷会，讲要来透早祈祷会，讲个声足细声，我就知影恁无啥要来。甲你隔壁讲爱来啊，爱来啊。我以前还未来油厂的时阵，我拢对透早对大社徛20分钟的后头摆徛来遮祈祷会呢。你敢会较赢我？我迄阵仔毋是油厂的人呢。你看这，以咱的信仰中间，这个诗人、这个百姓，伊是带着较无心安尼去调迄个安尼所在。圣经讲，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
变做居住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会福气，互因干没。你看这百姓行西安山路途，因会经过一个流目屎的山谷。这流目屎的山谷嘛称作大地山谷。这所在是伫死海附近一个山谷，伊是一条古早要通往耶路撒冷的古早的路。迄路是一个渠道，一个水路啦，不过过去行迄个水路，迄个往耶路撒冷行迄个路咧，是爱往顶悬行啦，较像要爬山啦。然后这你若是去过耶路撒冷，你知影，耶路撒冷迄个地，毋是亲像咱平原，伊这个地是一个山谷，有起有落的山谷。过去的百姓因行迄个古路的时，因往顶悬行，迄所在是无水的路，打造的路，总是迄路是往顶悬，真歹爬。所以每年10月还是11月，迄所在会落雨，迄雨水，当时的诗人、当时的百姓称作及时雨。但是你欠水的时，上帝及时落迄个雨水，有无？咱今年有无？咱顶半年度搁真欠水的时候，咱都为着欠水有无？伊遐祈祷无？水库用要打去啊无？搁限水，搁收紧有无？总是呢，上帝通过一个风台叫云彩，安尼对无经过台湾，对边啊台湾咧回过尔，台湾的水库就要冒起来，阿妹。所以你看到，当上帝你做工的时，一瞬间，迄欠缺拢得到满足。然后这当时迄个流目屎山谷，也是打扫的山谷，欠水时，上帝及时真做因帮助。所以，互遐朝圣的人伫欠水时，真做因的帮助。然后这咱会看到，对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流目屎的山谷，犹大王约沙法伊在位18年。迄当时以色列王约兰王在位12年。迄当时以色列王邀请犹大王甲以东联合起来去攻打摩押，所以因就行迄个以东的旷野。你知影旷野就是无啥，旷野就是无水。因行以东的旷野的时阵，行7天久无水，人会使无食，总是袂使无水。迄当时无水用要打死的时，先知以利沙指导因，伫迄打扫迄个所在国，咱头讲迄打扫的山谷，乌壕沟，隔工，迄个壕沟就充满了水。伊利用记下段第3章讲，较早起，献祭时看有水对以东的路来，遍地有水满满。所以咱看到打扫的山谷，却成做水源的所在。你看这就是神业。所以迄当时犹大国、以色列国甲以东，因3个国家联合要拍摩押，因为及时的水会让互因得到满足，因就开力来往以东迄个摩押国来迈进来攻打，结果拍赢。然后这咱看到，上帝伫你欠过时，正做你的保障。所以上帝是啥物？上帝是耶和华以色列主，阿们。所以流目屎的国，咱毋知影这是属灵的啥物意义？可能真侪人行迄打扫的国山谷，
有真侪人，迄路途歹行，真忝，有人行到想要哭，可能啊，种是安那，上帝互伊变做水源的国，可能上帝开力，互人继续行过，互人得到满足，打造比水泉的所在。所以另外，这咱看到有秋天的雨水看没伫山谷，所以另外这咱知影，巴勒斯坦是一个最炎热的所在，常常无水，就是秋天的雨水降落伫土地，不但互地面上会当降温，搁互迄地面上的土地得到润泽。咱看到，用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足打扫的所在，变做一个满山谷的水泉。打水，你会看到啥物？这个改变，打充满水，这两个是一个转化，另外这上帝要转化整个的处境，对欠缺到伫满足，上帝转化整个的局面。另外这以咱信仰内面，咱爱转化。过去还未信主的时是安尼散屁屁啊，过去还未信主的时可能到要死，就是当你信主了，上帝互你满头喜面，这就是安那转化。所以了这咱看到，咱的人生的路途过程，咱难免会拄到，互你真艰苦心、流目屎的处境，总是请你会记住，上帝毋捌放弃咱。上帝会互咱的问题得到转化，互咱对伫欠缺艰苦，正做喜乐稳定。牧师要介绍一个艺人，这个艺人你拢捌？这个艺人叫宋达敏，伊太太洪百荣，因翁仔某宋达敏，今日尾也去比牧师吼。啊，宋一敏，吼，因两兄弟啊生足共的吼。宋一敏、宋达敏是做牧师吼，对，宋达敏做，宋一敏做牧师吼。哦，啊生足共啊，分袂清楚。啊，你像我跟我大兄拢生无共，相生拢生无共，一徛在拢毋知影是相生啊，偌好人呢。这宋达敏甲洪百荣，伊生一个祖囝，这祖囝生足古锥足水的，无拍算。这囡仔几岁大，感觉这囡仔对声音的反应敢无足敏感的。然后宋达敏，伊2005年，伊经过孙悦叔叔的引传信耶稣。这宋达敏、洪百荣，因发现因的祖囝既然检查出来是迄个失聪啊，耳敢无听到。迄当时的宋达敏已经是做基督徒，这个宝妹因的祖囝称作宝妹，那宝妹是因的掌上明珠呢，是足小的一个祖囝，足古锥的祖囝，才会患着这个无听见的病。这宋达敏讲我宁愿身体欠缺的这残障，会当锁伫我身躯顶。你看，这做老爸的心情。伊翁仔某就带这祖囝四界去求医，毋望咧帮赞。宋达敏伊捌讲，伊个祖囝咧去找医生咧治疗的过程中因无骨力解、流目屎、艰苦心。伊讲伊骨力解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毋是信你啊吗？我到底做无好？我对是做无好，为什么你降灾下伫我祖囝身躯顶？我毋是做你啊吗？我毋是生命改变啊吗？为什么你甲我母即出来？做老爸的心情。宋达敏讲，伊对上帝一方面敬畏，一方面脚步，一方面倚靠伊，就是一方面看到祖囝的病情。
足受气上帝，甚至伊讲足怨恨上帝。上帝，你较毋伫我的祖囝宝妹身躯顶来行一个新业，互我祖囝得到全然医好。感谢主。这宋达明伊安尼见证，伫因翁仔某上软者的时，伊曾经万捌对上帝受气的时，总是上帝从来无弃杀伊。后来因翁仔某渐渐明白，伊的祖囝宝妹的这耳孔无听去，一切拢出于上帝安排，嘛是出于一个祝福。阿门。你看到，虽然信主啊，虽然翁仔某捌曾经为着祖囝的病情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嘛曾经捌甲上帝哀求，总是来讲这，咱看到上帝伊愿一路去引带因，所以有影，咱的家庭也是咱本身，有时拄着毋是咱期待的结局的时阵，咱拢有情绪的问题。亲像我以前，我信主的时，我妈妈甲上帝讲：上帝，我下句你若较互我医也好啊！我每到寒人啊，休呢好，要困无才调困。总是上帝通过一个牧师讲：你多艰苦，你著欢咧，奉主的名祈祷。我一届祈祷，两届祈祷，你祈祷时阵祈祷出来，隔天照常发作啊！总是我祈祷毋知当时几届啊，几千摆啊，总是有一天寒人，我的下句拢寒人发作啦。有一天啊寒人，竟然无发作咧，无发作咧。我甲迄个下句的迄个气管扩张剂有无？我老等你粪扫桶啊！有一摆等去家己甲牧师妈讲，妈妈，我迄支喷的迄支药啊，等掉啊！我牧师妈讲，夭寿的，你毋要找死的，你去甲等掉，迄个救命仙丹呢？迄是你发病时阵迄是咧救你的呢。总是了解，我确信上帝伫我身躯顶，毋知啥时，上帝已经成做我的医生，伊伫我。到现在时，无一届发作，阿门。所以呢，另外这咱看到，咱的生命，上帝透过咱的行迄个谢恩的路程，真点真辛苦，总是上帝降落及时，秋天雨水来润植咱土地，互咱的原本打扫迄个充满了无望的生命，来转化充满上帝恩典。所以上帝的听毋捌离开咱。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咱若继续仰望主，必然是经验上帝丰盛的祝。阿门。所以诗篇84篇第7节讲：伊若行困难若加天，逐人行到西安来朝见上帝。了解咱看到经文中的哪行哪困难哪加天啊！逐人到西安来朝见上帝。了解咱的生命，咱的属灵生命，嘛无不时咧压迫底来更新，来改变。咱的生命困难像电池会愈用愈少，咱对上帝认捌的经历会愈来愈少。咱不时要增加。所以头牧师讲的，咱若有诚信的无满足感，你毋通讲自我感觉良好啦。信主有够啊！我甲你讲，这个人上死啦，上无意啦。有讲有够的人上无意啦，因为伊无感觉家己需要进步。所以咱的信仰就是爱时常感觉家己无够。你有够无啊？我甲牧师讲无够尔，你拢有够啊？你有够无啊？无够啊！爱去追求，爱去学习啦，阿妹。我规间教会阵牧师讲有尔。另外这，咱常常感觉无够，甲你隔壁讲咱拢无够啦。所以另外这，咱若无生命、无信心的更新来改变，咱真恶伫行伫路途后半段。所以咱若经历信心的生命更新改变，
咱就归力。阿免。所以登山的路程，毋是要互迄个属世的人；登山的路程，毋是迄惊的人去行的。登山的路程、圣山的路程，是要互我靠上帝的人去行。阿免。所以，当你我靠上帝，你上加力，运上加运，上帝加添你开力，互你伫后半段的路程继续行落，游玩充满了开力。所以，弟兄姊妹，伫咱的服侍中间，咱的服侍中间，咱若真毋茫人甲咱拍炮啊，咱若真毋茫人甲咱肯定，你会发觉你做袂久，因为你是咧靠家己。就是你的服侍，若是要毋茫上帝的学乐，我甲你讲，你就要通过你的祈祷、圣神交托你，你配合上帝，毋是上帝配合你，你配合上帝，上帝伫你的身躯顶，互你做你人做袂到的代志。什么叫人做袂到的代志？就是你的开力有限到某一个阶段，上帝加添互你开力。阿门。所以了解，咱看到，当咱安尼我可以，你的性命必然成做上帝用的人。所以上帝用的人，毋是讲你真牛的人。咱今日要选中职，真要紧。咱迄个这次初选，咱咧选顺，毋是去竞竞赛啦，竞介意的啦。你咧祈祷，竞迄个属灵信仰真好模范的人。愿你为主摆列的人，阿免。所以上帝爱这种的人服侍。所以这几天，甲陈牧师、牧师娘去台东的时阵，要结束时送一本册，这本册叫做《24点钟》，24点钟仰望耶稣的人。伊讲，你对天国敢有存有毋茫？有无？剩一个，有无啦？哦，有啦，总是咧，当诱惑伫咱的面前的时阵，咱会摇动袂？有时咱会看到迄个有名有头面的人，伫新闻的画面，互手扣起来。咱讲，这个人有头有面，较会安尼？你像魏应聪有无？做沙拉油的无？土豆油内底啊？无土豆，麻油内底无麻油，无是啥物油啊？机油哟，拢合成化学的合成油。你看这有头有面才好嘢的人，伊既然会做这代志，了解咱看到，一个人对天公若无存了毋茫，面对诱惑的时阵，信心摇动，就念伊就去啊。就是伊无想到，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咱爱伫地面上，咱爱伫上帝面前爱。伊交代咱的所行所做，所以一个基督徒，伊面对迫害的时阵，伊若对上帝天国无毋茫，伊真恶地去抵挡迄个迫害，真恶地去拒绝迄个诱惑。颠倒边讲，一个人若对上帝天国有毋茫，无论偌危险，死嘛毋惊，伊就勇敢往前行，伊有气力。所以了解牧师拜三祈祷会，讲到司提反受迫害时，伊受圣神充满，伫死的前，伊看到上耶稣基督徛伫上帝正面，伊看到上帝荣耀，司提反看到上天的永远的价值，面对死亡，死都毋惊。了解，一个人连死都毋惊，代表这个人。无任何代志会当威胁到伊，伊会当为着伊所坚持的价值付上代价。所以了解，伊今生的性命，甲永远的性命，你要选择啥？昨杨时如牧师讲一句话，伊讲吼，你若装潢一间厝，要一间厝在装潢，你开100万装潢，不过你装潢的时阵，你还袂使大汉，你爱去另外租厝。总是的，你敢会搁为着你要租厝，迄个厝搁开15万、20万，搁装潢，你租迄厝，敢会？袂。不过吼，世间人拢安尼啊。
我现主是现金大是暂时做的啦，不过吼，我做的时阵拢开足侪金钱下成本啦，状况咧所属是的。不过对将来要大永远的厝吼，拢一点仔无投资无毋忙。另外这咱的性命有时就是安尼，咱的选择的价值毋对呀。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咱若看到属天永远的价值，你看司提反连死都毋惊。你看到，伊有属天的毋茫，天国毋茫，所以较艰苦、较困难、较失败，拢袂赢过伊。为什么？因为知影上帝天国永远救赎、奖赏奖赏，要伫伊的身躯顶。所以了解，你敢捌坐过飞机？捌无？捌无？若毋捌，甲我讲，我带你坐飞机啊！但即摆袂当出国，我带你对台高雄坐个平哦，嘛坐飞机对毋对？你甲我讲，我带你去。咱无够近，我带你坐到7米较远的吼。你坐飞机的时阵，你会发现啥物？你坐飞机看见迄厝无？一间一间对毋对？请问你坐飞机，你对顶悬看去的时阵，你会看到对一间厝是豪宅，对一间厝是下厝啊无？你敢看会出来？为什么看袂出来？目睭怎歹？了解？因为迄当时你的高度够高，地面上好处歹处你拢看共款，共款的。咱的属灵的生命若悬度有够悬，属天的好野善对你来讲拢毋是困难。所以了解，以咱的生命内面，你看到属天的价值。你行西安的路途，要朝向上帝的时阵，你看到是迄属灵的价值的祝福。所以了解，以咱生命内面，咱可能会经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的，上帝会记起你，上帝要互你伫艰苦的所在领受丰盛之泉，上帝要互你看你，伊互你永远的价值，总是了解。你的生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诚实的无满足感。你的不是咧追求，不是咧学习，你的生命不是提升改变，互你真正行入上帝看做真个活个祝福的路。阿门。所以虽然迄条路是一个毋茫的路，迄个价值你有看到？当你有看到的是。你就会拼命去做，拼命去找，亲像你找宝藏同款。迄得到就是你的，阿门。咱即时咱来祈祷，是阮听的上帝，阮恳求你，互阮以人生信仰路途，互阮看见属天的价值，互阮看见属灵的祝福。互阮行适安的路途中间，虽然路途歹行，虽然会行过迄个打扫的地，总是上帝你无袂记住阮，你互阮信心的开力，互阮抬头仰望你，阮相信上帝你的祝福要临到伫阮的中间，互阮哪行哪有开力，哪行哪充满毋茫，互阮行适安迄个祝福的事。阮就得到属天的恩典，愿主你施恩祝福，互阮有这个看见，这个领受，阮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回应诗589首，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请咱来奉献，请祭司来收奉献。是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也是阮的仰望。你用恩典做冕旒，恳求主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诚侪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恳。请王牧师。祝祷，请王牧师。咱同心拿领受对上帝遐来祝福。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完全的上帝、爸、囝、圣神恩典点燃恁顶面，伫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